9月初一就特别开学咯，台北市针对着还未注过疫苗老师，安排伫咧2、5、26这2天要来注预防针。针对着社团老师也无法度做的部分，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也讲，会搁再向中央来争取。后礼拜三就要开学，台北市2、5体教育真悬做第2波的预防针。即摆做的除了第1波有注册煞无够长的人，也有新进代课甲实习老师。虽讲时间是真晚开学。 不过有老师讲，袂感觉真烦恼，就觉得有打至少会有那种保护力。我是觉得还好，就是自己防护措施做好就好。台北市这波注册有8500个人，不过中央敢若配5800人落来。蔡炳坤讲，中央的讲法是注册名单内底已经有人去1922预约啊，但是这也阁需要观察。即使他们有上网去1922去做预约，是不是有接种，我也还没有完全了解，所以必须要看今天接种的情况跟明天接种情况。但是社团老师的部分也阁无法度来做。蔡炳坤讲，会阁再向中央来争取。因为社团是比较。 因为那个老师是流通的哈，所以可能需要再从学校这边做比较精准的去调查。如果说还有需要，我们在第3波的时候还会再造册来跟教育部争取。蔡炳坤讲，若是开学迄时阵，因为各种原因，也有老师无做疫苗，学校拢有准备充足的快筛试剂来应用。老师会使伫体检确认阴性了后，入去校园。记者郭宝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